常万用之中契合大道之体用，如此不但可以洞悉精要，而且更能明会圣门传心之道。有云：念经不如讲经，讲经不如行经。如果修士不明大道在我身之体处，不能以经义去契合心法，而徒自诵读言传，就是烂熟48000部经，亦是搏杀作饭，画饼充饥，除帮助做一些善行外，并不能成就妙谛也。至于见性成佛之道，更是谈何易哉！今白杨大道奉天承运，为普救万灵于寂道之末法之中，将信理真传，显为于三宝之内。凡是有缘佛子，真诚发心，皆可逢师指玄授为的悟大道体用，正法眼藏，涅盘妙心之无上法义。白杨弟子当知，显相三宝，即于因身形象之表面，乃属平等法。凡诚心求道者，人人可受而得之。至于引为真道，即须受两者，以心会心，不入他而已。故白杨三宝，浅者见其浅，深者会其深。涅盘妙心，正法眼藏，不出三宝之外。无望白杨弟子能于三宝上实会正法之眼藏，实觉涅盘之妙心，则不复上天成全集而等立世机修之佛根矣。悟缘，弟子叩安师母大人甚安。